汉室初期，异象暗涌，世藩豪夺，恃强凌弱。生命若不越飘零，弹指间如尘入泥。让我拆了你的破车！皇启，你想怎样？汝南袁家便再也抬不起头了。王启太嚣张，是他侮辱主公。我虽为庶出，却也是袁氏的脸面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新阳袁氏的堂号响彻天下。就喜欢驯化这种有脾气的。